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镜子。小小刘快6个月了，镜子最近也断奶了。我们彻底可以解放了，因为之前亲喂真的很麻烦，镜子又不能感冒生病，一生病喂出来的就是毒奶，而且也不能染头发，也不能弄眉毛，都怕影响到这个奶。那么现在小宝宝开始吃辅食了，平常就配合奶粉，肯定会有很多人评论，那还是母乳好。其实也不是这样的，现在的奶粉做的营养和母乳都差不多。而且我舅妈那时候3个月就断奶了，但是并不影响我弟弟现在考上了东京大学。那么今天带镜子去搞一搞眉毛，上次搞还是都1年多前了，现在已经淡了，快2年没来了。是的，是的。来，镜子来，你们搞。这边。上次来我们还没怀孕呢。是的呀。现在宝宝都半岁了。宝宝都6个月了是吧？对。嗯，真好。每天我都看你的视频，宝宝好可爱，好白啊。这里。本来早就想来搞了，就之前没断奶嘛。哦，现在断奶了是吧？是的。老板娘，那我们团购的是299的，今天这个过程大概要多久？1个小时左右。好的，那我就旁边先休息会儿了。好的，好的。来，镜子，先看一下你之前的样子啊，朋友们记住啊。这个比较适合你。快点，还有半个钟头子。中王子也喊，粉米饭也喊，你这也实惠。我看见有很多粉丝朋友讲，你到底是粉米饭要几千块的？搿实事求是讲，我觉着有点贵着。像我的金子么头几百块么，反去讲理。还有5分钟，大家看成果。做完了啊，结束了是吧？对。看看怎么样？镜子看看怎么样？满意吗？都不习惯了，看着。做的蛮好看的。老板娘，像她这样能管多久？正常2到3年。那时间挺久的。对，这样再也不用画了。